1966年，日本成功发生一桩命案，真正伫咧拍魔术的运动员跨电剑去互指控犯案，该判死刑，落尾伊是坐监47年。伫2014年的时阵呢，出现新证据，案件重新审查，去年总算该判无罪。即摆法院宣布赔偿2亿日票，台开市这代票4782万，这是日本有史以来金额上介悬的刑事赔偿金。伊是全球被关上过的死刑犯之一，跨天炎。去年得到平反了后，一共坐监47年，精神健康受到伤害。透过律师要求赔偿愈悬愈好。28日，法官批准伊的求偿，也同意伊遭受的是非常严重的精神伤害甲肉体痛苦，赔偿金2.17亿日票，合代票4782万，会由日本政府来付。这刑事案件，毋但是亲像伊律师所讲的，是日本史上上大笔的赔偿金额，也是时间上长、上有名法律长篇故事。伊今年89岁，少年时阵是职业破庆具选手。伊伫30岁迄一年，遭到指控涉嫌美术工厂头家一家死的人灭门血案，伊先是后人犯案了后，佫承认犯行。审理期间，伊佫反口径坚决否认杀人。当初签的自别书是遭到警方严刑逼供。1980年死刑定验，2014年新证据出现，当初用来定罪有血者3其实伫案发了后才被故意藏的，伊也得到假释重审，去年被正式宣判无罪。伫法院外口数百支持者听到法院宣判无罪释放，原声欢呼。不过，伊也安尼精神状况恶化，免出席法院所有审讯。伊91岁阿姊为假释了后，就负责照顾为伊性别奋斗。佮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宣言讲，闭关了后的跨田生活伫家己世界无法度辨识现实。这案件引起大家对日本司法制度质疑。包含中心审理所获损的时间资源，不应该非法摕到口径。公视新闻，恩惠玲报道。